你好啊，姐姐。你好，你叫咩名我啊？係 Siti Fadoga，你今年幾多歲咧？至17歲，你結咗婚未啊？結咗婚，有冇小朋友咧？有小朋友係14歲，女仔係咪啊？女仔係好啊。你嚟咗香港幾耐啊？ 41年，咁識唔識煮香港餸咧？有啊食識煮啲咩餸啊？煎雞、蒸雞、蒸魚，係煎魚嗰啲，同埋嗰啲係肉餅，識唔識炒咩菜？菜心，菜菜係好。咁你驚唔驚貓？驚唔驚狗啊？唔驚。好。如果叫你同婆婆同一間房，O 唔 OK 啊？如果係有間房，我自己想要間房，想要自己房係，OK。咁如果唔放星期日得唔得啊？如果係老闆有意思可以。好啊。咁多謝晒你，唔該你姐姐，拜拜。拜拜。